我唔覺得咧，我哋有咩做錯咗，咁所以咧呢個問題咧，我覺得咧，維護法紀咧需要道歉咧，呢個係天方夜譚就。佔領運動期間極少露面嘅警務處處長曾偉雄率領警隊高層喺全面清場嘅同一日見記者，總結成個行動。行動嘅成效咧，我相信大家睇到今日嘅成果咧，就自己心中亦都有數㗎啦。非法佔領行動嘅開始，相信大家都同意係一個暴力嘅開始。非法佔領行動嘅終結，大家可能都會同意係一個和平嘅終結。佢話佔領期間，警方一共拘捕955個人，有75個人自首。警方會繼續緝拿相關人士，特別係主腦歸案，目標係3個月內完成調查。佔領期間曾經有警員拳打腳踢示威者，警司用警棍打路人。曾偉雄多次被追問會唔會為警隊違規行為道歉，佢都冇正面回應。對於事件呢，呢個係刑事調查呢，我哋唔會作出任何嘅揣測嘅，咁所以亦都唔會就任何揣測嘅結果呢係作出一個回應。佢又為警隊辯護，強調係因應示威者嘅行為，使用最低必須嘅武力。如果係示威者係用一啲係帶嘅尖釘嘅盾牌，係向你推向你嘅時候呢，咁當然你所使用嘅武力嘅程度呢，可能就會係稍微高啲啦。咁所以呢，就係剛才你講嘅所謂似乎話最低武力冇一個標準呢，咁所謂嘅概念上有啲混淆咗，係講最低所需嘅。我唔知佢點樣話由一個暴力嘅開頭啊，一個和平嘅終結係。我唔知道由頭暴力咧，好似係警方挑起嘅喎，一次又一次喎，係佢我唔知道點樣佢警方點樣和平啦，因為每一次都係佢挑起個事端，我哋市民呢，就可能有啲唔係好憤氣嘅，可以話唔係好憤氣咁樣講一句嘢就已經即刻俾。即係可以俾佢哋嘅差人拉出嚟啊！查你身份證啊！即係我哋普通市民咧就可以話無還擊之力㗎啦，已經。咁仲要俾佢嗰啲走緊啊都要打啊！咁樣都叫做和平。我唔知佢個定義係點樣咯。同埋曾偉雄啊，好似2個幾月啊，而家終於已經贖翻出嚟啊！我唔知咁多月嚟好似都唔見佢嘅，而家就話忍辱負重，我唔知佢點樣忍辱負重法咧。咁我諗佢意思係，其實佢好多警員咧喺街頭都俾即係俾一啲普通市民又好或者示威者咧都鬧嘅，咁有啲鬧得幾難聽嘅，你點睇咧？係鬧得好難聽，但係相對嚟講，我都周不時見到喺街，我都周不時聽到好多差人都好多好難聽喎。咁只不過喺鏡頭之下啫，有時我覺得係佢哋喺有鏡頭之下嗰陣時咧，就可能會好啲咯，收斂啲咯。如果唔係嘅話咧，有時怒氣沖沖之下啦，各媒體影到嗰啲，我叫曾偉雄自己睇咯，好多片㗎而家係多謝晒睇清楚，慢慢逐格睇。好多謝楊小姐嘅意見啦。咁的確咧就係喺2個幾月以嚟咧，你知道啦，而家人人都攞住架手機而且咧夜晚影相都影得好靚嘅，咁所以亦都見到好多片段呢，都係見到有警員呢，即係情緒會失控啦。咁當然啦，你亦都見到有啲示威者會失控嘅咁啲示威者呢，有陣時鬧人嘅一啲語氣都係幾激烈下㗎。咁所以我諗有啲即係有啲警員呢，你會見到都係大部分啦，都係比較即係都當聽唔到㗎啦。咁但係亦都有見到部分嘅人呢，見到一啲警察呢，係真係有啲情緒上嘅失控嘅。咁希望係少部分啦。咁當然啦，如果雙方都情緒失控嘅話，咁我哋會驚警察多啲啦，因為警察有槍噶嘛，有警棍噶嘛，咁佢有法律支持佢去用佢嘅槍同警棍噶嘛，咁所以呢，警察情緒失控呢個問題，我諗即係呢樣嘢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另外我諗亦都有好多人關心到，即係剛才楊小姐都提到啦，就係話究竟邊個用暴力開始呢？曾偉雄嘅講法呢，就係當日點解用催淚彈呢？係的確呢，有部分示威者呢係即係衝擊警方嘅防線呢，警方呢先至係要施放催淚彈咁講嘅。曾偉雄今日嘅言論其實就正正反映咗警隊甚至係成個香港政府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哋唔願意承認責任，唔願意承認錯誤，或者甚至乎唔會接納
市民嘅意見。即係喺咁多鏡頭、咁多人嘅眼裏邊都睇到，即係警察係打人，用過分嘅暴力、武力，行過嘅又打，用即係7個警察暗角打嘅又有，好多嘢都有。咁但係喺公開嘅言論裏邊都冇話調查，我會係點調查？唔係會嘅，即係打人嗰7個涉嫌打人嗰7個咧，已經係刑事案咁樣調查㗎啦。咁其他嗰啲咧，佢就話即係你可以投訴，咁然之後投訴佢哋會調查啦。但係最大問題係佢哋完全冇一個悔意，一句對唔住都冇。即係一句對唔住都冇話最少你話即係嗰個係指責佢呢個即係有使用過分暴力嘅警察，去指責佢都冇。只係不斷維護佢。你睇到佢點樣去調查嗰7個差人打人嗰個 case 都話隔咗幾個禮拜先至開始再所有程序，其他拉完轉頭已經上庭，點解會咁？其實大家已經睇到好多唔公平嘅地方。其實咁樣正正係影響咗個法治問題，因為喺我角度嚟講，法治係執法者或者係司法部門。或者係政府機構係最大嘅影響，佢哋點樣去運用法律去到好好咁管理呢個地方，唔係市民，市民只係一個好被動嘅一個被動去執行呢個法治嘅嘢，所以政府或者係差人嚟講係最影響法治，而家係最影響法治嘅最破壞法治嘅一個機構咯。好多謝劉先生嘅意見啦，我諗劉先生都講咗一啲都有啲法律界人士嘅睇法咧，就係話法律咧每日都有人犯法㗎啦嚇，每日都有人犯法，唔代表法治受影響。咁但係當個政府有法不依嘅時候，又或者係處事不公嘅時候，或者雙重標準嘅時候咧，就係影響法治嘅時候。咁我覺得警隊咧今次即係周偉雄咧，如果佢仲唔係好清楚自己嘅警隊發生咗咩事咧，其實佢應該去檢討下，因為點解咧？我都有喺現場觀察。嗱，譬如我哋香港嘅非法集結啦，呢個條例咧，基本上咧係對於呢個黑社會而去做嘅。而呢啲學生、啲市民，我諗我哋唔會同意佢哋係個個都係黑社會，或者佢哋呢個有呢個我要真普選呢個要求係一個黑社會組織啩？即係佢利用一啲香港嘅納稅人嘅警隊打擊黑社會嘅警察去毆打香港市民。我想問下警隊或者香港市民能唔能夠接受呢樣嘢咧？嗱，佢哋講法就係話嗰啲市民咧，譬如喺條街度即係聚集咧，係擾亂公眾秩序啊嘛，即係我諗佢哋係用緊呢個講法啦。我想好仔細、好認定咁問，點樣為止？點解會用一啲黑社會防範黑社會嘅 CID 去做嘢咧？去當啲市民啲狗咁樣咧？但係呢個係一個好嚴正嘅問題嚟㗎，係嘛？因為咧市民嘅訴求咧，第一政治問題政治解決，仲有佢今日話引入附屬，其實好簡單 ，DY 就俾個政治任務俾佢，好似保安咁做。呢個就係令到警隊長期嘅形象羞辱嘅嘢，負中咧就係負咗我哋市民嘅大眾。其實即係等於兩公婆嗌交，你冇理由揾個保安員嚟處理到。梁振英啱啱先講完話，即係政治問題政治解決，但係你用違法嘅方式塞住條路咧，咁就要執法，要用警察解決㗎咯噃。唔係，但係嗱，我可以咁講啊，政府有民政部㗎嘛，民政處係一個溝通嘅橋梁嚟㗎嘛。點解唔處理？去揾佢哋個部門係專責有專員嘅有聯絡主任嘅落區呢？點解一派就派啲警察，仲要係咁烈嘅去對一啲和平或者喂呢個訴求好明顯，即係你唔可以當佢罪犯㗎，你而家扣帽子啊，同埋呢，你警隊淪為權力嘅服務啊！喂，但係好多人會覺得，喂，塞住條路喎，咁你係犯法㗎喎，咁要警方執法喎。所有香港示威者，我可以咁講，梗係知道塞住條路唔好啦。但係你從政嘅人，你冇咁嘅智慧去諗下點解啲人會塞住條路喎？係咪啊？即係兩公婆嗌交，梗係唔係下下咁恩愛啊？佢
佢嘈，佢有原因，被強姦嘅會叫。咁佢點解會叫？你唔可以話喂，我而家噪音管制嚟嘅。其實呢個係好愚蠢嘅，即係為呢個獨裁政權去服務，然後再去壓制、禁止，同埋去用扣帽子，用一啲似是非嘅理由，以為咁樣可以得到人心咧？呢個係一定係失敗。